分享收看客家名如何然。每日嘅行业新闻，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启出席人场会售票记者会，通讲每期领调配强下黔下期通讲处，周副主委表示，客委会十分荣幸，每当感谢绕强度第三杯歌手，记得前何解歌赏歌曲，本台家糖度七家沙皮解滿意。周副主委表示，客委會希望借線下次數後聲音分享解演唱會，本客家流行歌手強通體現客家語言解影響力，強下來體現行業上網，使之大家的共強場合同生活中都能得到合法。禮拜演唱圍繞強金曲每上天後天福進，少年內千個天後講每期。金曲繞冠天后因調配，將會喺4月13號強下喺台北流行音樂中心開場，一連帶來精彩嘅行業歌曲同經典表演，繞搶歌迷強下到鬧熱。以上係客家名如何然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基本嘅每日嘅行業就係流行音樂，流行音樂，幾檔好聽流行音樂。幾檔好聽流行音樂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再來聊。